好，开始直播吼。昨昏看到10月22吼，今仔日第10月23，等下吼，我过来小看下到底是行到倒位啊吼。10月20，等下吼10月19，哦，10月19讲因差不多是伫个量，看觅。这是啥物所在呢？煞袂记。10月15伫德插10月16过一座山来到一个村舍，遮有6个村舍，所以即只讲是差不多是遐个啥物所在啊？讲即只可能是后人吼，后人18、19我舍。哇，实在是看袂出来哦。不管了，开始对10月23开始吼。早起出发前往上水迄个村舍，该社居民看见阮群我，就对风头的所在周围草莽开始放火咧烧，因此阮必须要停止一点外钟吼，一直到迄火烧过了迄条小路吼，阮才又搁出发进入该社。该社嘛相当大吼，共款甲该社破坏。excuse me，并且烧正遍地，完全无遭遇当地居民或者是其他人有力的抵抗，只有被因伫该社周围点倒的即个草莽的烟雾所阻扰。烧完该社以后，就搁转去迄只名港村遐，因也嘛伫咧该厝过年吼。船是停伫咧点火因拍败迄寡死仔害惨迄寡迄个所在吼，烧甲因的即个芳船烧掉迄个所在。我无啥会记即个所在是倒位吼，但是应该是伫咧我摇啦吼，伫咧云林嘉义遮啦吼。因为片湖咧差不多是纬度甲云林差不多，云林嘉义即遮差不多，所以应该是差不多即个位啊吼。可能毋是报道港东石即个位啊吧吼。若上北加计是到大溪即遮吧，但是无啥印象是大溪啦，无讲去即个地名吼。
好，问题因10月23又搁伫遮过暝吼，10月24早起搁再分发装着胖、肥肉甲肉的大牛刀仔互士兵吼，咱即撮吼，伊逐面咧分食就是分安尼分法吼，就是分胖、肥肉甲肉即个大牛的刀仔。指挥官阁下派 Simon Cornelius 炸一张批去台湾，互长官阁下了后，就离开遐。前往 Dorinap， 伫遐小看休困，然后继续前往吼。即个 Dorinap 伫遮已经第3遍出现了吼，即个地名，但是实在毋知伫倒位吼。然后继续就伫遐小休困了后，继续前往。无写讲前往倒位，敢若写继续前往，来到河边，想要伫咧遐找一座桥来过河，就像迄寡原住民昨项今仔日早起所讲的安尼。但是除了几个阮无法度用来渡河的即个细只竹牌仔以外，啥物嘛看袂到吼。因此，指挥官阁下就用上严厉的威胁，命令迄寡原住民爱随起一座桥啦吼。即座桥呢，因做到暗暝啊，3更半暝才会当通行吼。所以原住民是倒位原住民啊？即应该是住伫即遮原住民啦吼，互因威胁叫因来做桥吼。所以我呢诚耳大吼，拄着荷兰人。半暝啊，因才有法度通行吼，过即个桥。有2队士兵和几仔希腊人行过了该桥，但是其他部队甲村外希腊人即暗就拢留伫一边吼，因为迄班桥啊，伊佫断去啊，袂当通行啊吼，临时做诶嘛吼。迄寡过了桥诶部队继续伫咧暗暝啊行往Torcia 即个所在吼 ，Torcia Torcia， 伫咧天光进前2-3点钟就到遐吼。所以3更半暝吼，夜行军吼，行到安尼天光进前2-3点钟吼。10月25，咱因到即个台湾10月29嘛吼，即篇就是10月29。咱来看10月25，要活中昼诶时阵，其他2队士兵甲村外诶希腊人也已经拢到土城吼，伫遐小休困进餐了后，就同齐出发吼，就是因即个后壁无倒着阵诶啦吼，叫转去个即马伫遮同齐佫出发啦吼。经过即个沙坡路吼，沙坡路伫咧暗啊吼，适时来抵达塔盖伊斯，就是希腊人称作李林诶所在吼。李林13，李林讲 West 吉林甲吉林这2个地方，就是即马鹿港甲李林。原住民已经有地名吼，头前称作 Torinap 哦。Torinap 就鹿港啦吼，讲规部吼，讲3遍啊，即个所在就是鹿港吼，安尼吼，所以因伫咧 Torinap 遮，因即马离鹿港无介远嘛吼。鹿港佫伫彰化呢，安尼彰化县呢，啊，所以进前因即个先仔海贼被去互烧掉诶所在是伫咧即遮吗？鹿港迄附近诶款，我看者吼 ，Torinap 进前伫 Torinap 吼，已经离开 Torinap 啊吼。我看觅当时因佫伫 Torinap。10月24吼，前往 Torinap， 伫遐小休困了后，继续前往来到河边遐嘛吼。啊，即个河边是倒位呢？鹿港。哇，所以即条河应该就是落水溪咯。即条因叫因造桥遮应该是落水溪咯。哇，这嘛厉害诶！
做落水口要造一座桥，即嘛哇！伫400年前叫原住民做一座桥，落水过落水溪，哇！这个实在是真无简单哦，想诶是安无简单。好，好，即个二林会对注脚13写讲，West 林甲吉林这两个所在，就是即嘛鹿港甲二林。原住民诶地名头前称做 Torinap， 后壁称做 Takais 吼。Torinap 就是鹿港 ，Takais 就二林。而新仔人又搁另外称做 West 林甲吉林吼。这两个地名之间可能有关系，若是以二林为语感吼，安尼 West 吉林、北吉林、West 吉林，拢有就是可能是北二林甲西二林吼，诶，荷兰文的写法吼。二林呢？二林是彰化县二林嘛吼？二林伫倒位我袂记啊。二林镇，彰化二林镇吼。看起来二林即嘛嘛是阁是足重要诶一个所在吼。我看主要一寡道路拢伫遮汇合吼，即个县道啦吼，150-143拢伫遐汇合。边仔是西边是丰原，东边是鼻头，北边是溪湖埔盐，南边是大城吼大城诶款，甲竹洞诶款竹塘吼，我毋知影在地人安怎叫。好，这是二林。鹿港当然是就伫个较北边啦吼，福兴二林北边福兴搁去鹿港。即嘛才行到二林尔咧，还袂到云林，还袂到嘉义咧，离台南搁一截仔路。好，咱继续看。好，要暗诶时阵到即个塔凯斯，就是二林遮吼，伫遮过暝。12/26早起行往河无人吼，中昼早起行到河无人啦吼，所以就是对二林行到河无人，差不多咱知影是河无遮吼，北港河无遮啦吼。河无是伫倒位啊？原厂啊，原酱哦，我袂记啊。土库哦，河无离北港搁远咧。对二林落来吼，是理论西螺理论论背河无土库安尼吼。好，转来第几只？12/26啦吼，讲早起行往河无人，中昼过了无偌久，到遐吼，到河无人。今仔日春外时间含阴暗拢留伫遮，哦，结果因无搁继续行，就伫河无遮休困吼，河无人。12/27过两工吼，出发前往迄座森林吼，迄座树林吼，叫做 Goosebos 吼。为阮带路诶迄寡原住民，甲阮带到错误诶一条道路，互阮行了真长诶路了后，伫个要暗暝才来到笨工溪边仔，先仔人诶几间帕拉诶厝遐吼。伫迄座迄个树林吼 ，Goosebos 诶北边约3点钟路程诶所在。行遮慢，毋是讲行遮慢，咱哪会行遮久，
才行到本港过，本港伫即北港遮尔。奇怪好，咱搁继续看10个礼拜，出发前往上述迄座树林 Goosebos 伫遐看见一批阮请求派来的山板。因之前有叫即个 Simon Cornelius 先写炸一张批转去台南毋知安怎较早转啊用走的，OK， 无可能是骑马吧即歌呢是今仔日早起，所以伊即批内底甲迄个台湾迄边要求讲派一寡山板即歌是今仔日早起到的第一批山板，以后又搁来一寡山板，阮着随山板歹势我拢已经乌白读啊，我已经袂记山板原本的音是做倒是山板，我搁查一下甘字典。无即个音啦所以我无够乌白读因为这看这字的形就知这是你倒迄个音出来，山里边嘛，佮即个番里边。板是读对啦甲迄个甲板山我是乌白读的啦，甲甘字典无。阮 OK， 今仔早起有第一批山板来接有第一批山板就是因来到第一批山板遮以后又搁来另外一批，阮随做像即寡山板，航往该河的下游，即个该河应该是讲即个本港溪嘛伫咧暗暝啊来到迄个沙洲一寡留伫咧后壁的山板遐。10月29早起趁着大阴海水大阴出航所以因着对本港遮着算云林遮着坐船啊无搁用行一路伫咧中岛航往芒港航过芒港啦要暗啊平安进入台湾来到日兰夜社报遮为这来感谢上帝后因接日兰夜社10月29日的一条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对东仔港载茶来到厝地15个人。好，10月29咱伫遮读煞10月29内底夹一本即个因清军的即个日记啦我看即个我记录讲咱读到第七节读7工才甲即个读了。好，咱继续来看1644年就要结束啊10月31，敢若11个尔12个无记。10月30礼拜日，风甲天气像昨无特别的事，嘛无船只出入。好，过来10月31，要记10月有31工透东北风，看见一只荷兰船停伫北边的礁石区。下晡商务员 Anthony van Broeckhorst 对迄只 Zeeër 号来看即个陆地上啦报告讲本国个22号对长崎Nagasaki 湾起定用篷了后，因为强风，地势要停留2天才会当驶出甲海湾驶出这Nagasaki。
Elsrock 阁下内批的内容，除了上述已经记载伫阮即本日志本9月25号迄条的代志以外，无其他重要的代志。3月25我已经足久以前读的啊，袂记得有内底讲的啥物。今仔日决议，阮要禁止伫咧新港社甲大目江社的即个死仔人，将来不得伫咧上述的村社附近来开垦农地，因为遐的原住民对这有咧念啦吼，讲因非常无欢喜吼，并且决议伫咧萧人社、麻豆社甲目加流湾社死仔人，将来也不得伫因的农地来报警吼。不过作物收成了后，会当伫咧上述村社迄个边沿以外，重新搁开垦农地吼。条件是每一个亩耕的农地爱缴纳2里尔互公司。亩耕有注脚讲，即讲的决议了明确记载农地单位是甲。迄当阵已经伫咧死仔人中间咧使用吼，一甲约拢是1亩耕吼，并且决议讲，掠鹿仔的时期将敢若允准对11月中到过当年的2月底吼，并且决议上述迄5个村社的交易权将要拨互出价上悬的死仔人，详情记载伫咧决议簿今仔日的决议内底。好，咱来继续看11月。咱讲1644年，敢若写到11月嘛吼，11月嘛敢若写一半尔吼，到11月15，后壁都拢无写吼。11月初1，透东北风，天气寒冷，有2只篷船对安海来到遮，坐26个人，载有下列的货物，就是350吨的米、7担的油脂啦吼，油脂吼，500罐的鲜仔麦仔酒，14包的西灵是沙灵吼，10篮的茧灵吼，茧灵是北京迄个茧吼，精灵吼，含2篮的乌色天鹅绒吼。进前什么西灵、茧灵哦，我读的就过，其实我嘛毋知影啥物件，反正就是一种纺织品吼。2篮的乌色天鹅绒。船顶的生仔人咧传说讲，伫咧平湖上北边迄寡岛屿当中的一个岛屿，几工前有一只荷兰船伫遐靠切失事，愿上帝互事实含即个传说倒变吼，祈祷啦吼。中昼昨昏对日本来到港外迄只平底船 Z 号吼，已经进来港内来停泊，阮感觉真奇怪，迄只大船 Brady 号也无看到对平湖来。10月初2，我阴暗去互请食甲足饱，食伤饱，所以才腹肚个肚肚。11月初2，风甲天气像昨昏，平底船 Z 号来外口迄只要航往东京的 Swartenbill 号来停靠吼，要运送到东京，这个东京毋是日本吼，是迄个越南东京吼，要送去东京的货物吼，转装去互迄只 Swartenbill 号。今仔日决定，因为昨昏有听到讲有荷兰船失事的消息，可以毋通袂记吼，这是400年前的历史吼，380年，迄当阵伫日本是应该是啥物丰臣秀吉吼，德川家康迄当阵到底已经，我嘛毋知，我查一下吼。
所以你想看，就算讲迄当阵是德川家康啦吼，德川家康到尾去互即个丰臣秀吉甲派去即个叫做迄当阵叫做江户哦，就是即嘛叫东京吼。啊，迄当阵叫江户，伊啥物意思？就是迄当阵迄是足偏僻诶所在，迄是挑工派去遐算甲你留嘛，无算留后，就是挑工诶啦吼，要互你去开垦迄到位啦吼。啊无其实托古卡瓦就是即个德川家康吼，伊诶根据地毋是伫江户，江户毋是伊诶所在吼。江户迄当阵啊，佫是足偏僻诶所在吼。Tokyo KYO。即个德川家康吼，伊本来伊家己本身诶根据地应该是伫个，即嘛可是叫滨松遮吼，冈崎滨松，我毋知影倒位啦吼，应该是伫即个位啊尔吼。因为即个现代名甲古早名无共，啊，我即嘛佫无啥会记伊对应诶迄个地名是伫倒位吼。啊，硬甲调去即个卡马库拉即个千仓镰仓有这个镰仓啊千仓家啊，即镰仓佫是佫较早佫算有开发过诶所在吼，伫个迄个啥，元赖朝吼，迄当阵吼开发，迄算可能是平安时代诶款吼。啊，东京佫较东边，佫较北边吼，意思是离即个所在佫较远一撮吼，所以迄较早迄是偏僻诶所在，迄是庄卡所在，根本无人住诶所在啦吼。挑工甲即个托古加瓦即个德川家康甲派去遐吼，啊，所以你看迄当阵，迄当阵诶即个江户都是无劳力诶所在嘛，所以伫遮咱伫即遮讲着做生意讲去东京吼，无可能是去日本吼。一定是伫咧即个越南东京吼，安尼理解吼。我拄则是要查迄个1644年是日本是当时啦吼。1644年，无拄好去试着迄个1644。日本历史年表1644年。是啥物时阵呢？1644年是正报元年，宽永20年，宽永20年过。安尼讲无影，加工所以已经是德川家康诶时代啊吼，安尼是德川伫遮吼。德川家康是到1606年，啊，所以1644年德川家康已经死30外冬啊吼，已经是传到伊第几代秀忠家康吼，第二、第三代啊吼。啊，当然后来伊就是伫咧即个东京遮就安踏落来，啊，伫遮发展吼。当然是到后来就是东京已经是一个比京都搁较闹热诶所在吼，这是后来诶代志吼。
好，咱搁继续看啊。拄则讲迄只热号要甲物件转去迄个斯瓦滕比尔号嘛吼，即只斯瓦滕比尔号要甲物件送去东京，毋是日本的东京啦吼。今仔日决定，因为昨昏听到有荷兰船失事的消息吼，加上即个多芬号、快河船 Haswind 号甲快艇 Harry 号陆续对此地航网骗糊了后，拢还袂转来，因此就要派迄只准备好会当出航的公司的篷船，叫做 Utrecht 号吼，就是乌特勒兹吼，即个法语翻译吼。明仔载起要出航前拢骗糊，去遐看讲多芬号含其他船只状况，看完了后就爱随转来报告吼。今仔日有下列的船只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甲偏湖，就是有6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2只篷船航往偏湖，拢是空船吼，坐154个人。还有一只篷船对即个柳港吼，对柳港到此地吼，坐16个人。柳港就即马叫新达港吼，在高雄县新达港遐。附近啊，毋是，坐16个人载一批咸鱼，好，这是11月初2，过来11月初3。有北风、落毛毛仔雨的天气。Utrecht 号呢，遵照昨昏的决议出航前往偏湖，命令热号来瓦克站桥，来落伊所在来钱，嘛查看了前几工吼，原来此地的西陵啦、行陵啦、天国用等等，接到探访团导 Garrick Jason Hargreaves 对大白人所寄来一张批，批里写讲迄个龙桥人，就是龙桥社的酋长的兄弟，名叫做 K 罗王的吼，来伊遐来讲，就是来即个传道者来甲讲吼，讲伊的人民定定会逃走，理由吼伊是安尼讲，理由是因无介意归顺荷兰人的政府，伊为着安尼，甚至派人去甲5个逃走的人的头壳剁落吼。但是经过进一步调查，听讲迄5个人毋是伊家己的人，是伊兄弟属下的妇女，并且是住伫咧田的即个厝内底。详情记载伫上述的内批吼，这就是即个传道伫咧对南平遮写一批来咧斗这代志吼。今仔日为着甲一寡考虑，包括介意到即个决议内底吼，是啥意思？为着要甲一寡考虑，包括甲决议内底，为着要甲一寡等你考虑的代志写踮咧决议内底吼，所以就决议吼，决议所以写伫内底吼，所以就决议要派便队船热号装载所需求，而且已经伫咧仓库里飞啊，伫咧本9月10号出航前往巴达维亚，因为迄只斯万号要派便队船载飞啊去巴达维亚吼。即只便队船叫热号吼，因为迄只斯万号还阁毋知影是毋是会留踮咧遮吼。该船已经漏水，漏甲真厉害，已经无适合载迄个大号。迄时呢，便队船热号嘛要甲迄寡客约任期已经到期的人员载转去巴达维亚吼。昨昏出航要去偏湖的迄寡篷船吼，有一只因为正风又搁转来入港。11月初4，风像昨昏，天气晴朗，无用伫甲便队船 Castricum 号含热号吼所在地层用的石头甲落来吼，并且准备这2只船要装运汤
灰啊，甲其他商品吼，讲要载去别搭位啊吼。因暗上述的 Castricum 号已经落了吼，物件落了。下晡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打到，要去载茶，15个人，还未看到大船 Ready 号来。今仔日决议，所有支付原住民的工资吼，到单拢爱经由即个牧师吼来经手来支付。以后为着要避免差错吼，因为迄是政治的代志吼，政治的事务，嘛要爱即个原住民知影讲，因是由虾米人来供给的吼，就是要互因知影讲谁出钱的吼，所以毋是牧师吼，将来会改由即个政务员来经手来来付钱互因吼，工钱啦吼。11月初5，透东北风，天气晴朗，而且寒冷。请一张德批寄去大目连答复探访团到 Gary James Haring 会来批吼，即个进行来斗即个龙桥人的代志，即个吼，甲回批讲命令伊去调查迄个龙桥山酋长的兄弟的案件，以及其他迄个案件吼。也写一张批寄去小人去互上级商务员 Cornelius Caesar， 甲伊讲昨昏决议关系着迄就是支付工资的即个代志吼。今仔日开始为着避除船 Castrin 号来装糖桶，而即个这号还阁你无用你到伊所在来石头。也决议讲，阮为着要取悦啦吼。为着要互迄只靠近的篷船顶头的上路人会当欢喜吼，并且要互因的国王主人欢喜，所以对因抢救起来，并且已经相当旧的迄寡货物，伫咧无损害公司利益之下，阮会当以合理的价数来甲买落来吼。我一直无理解为什么荷兰人对即个上路人或者泰国人吼特别的即个犹太特别的好吼，即个甘愿了钱嘛要做即个生意就对了吼。并且决议讲要命令政务员 Cornelius Caesar 先生通知北区的原住民，因的年度讲述北区的大南以北吼，因的年度讲述必须爱伫咧今年的年底以前来缴纳完毕，并且通知因用来维持本地教师生活的米，以后每一年幼园必须爱继续支付予本地教师。11月初6，礼拜日风亲像昨昏晴朗的好天。今仔日决议，因为还未接到陆续对此地派去偏湖的哈林号、Dolphin 号、Brady 号甲其他船只的消息，所以呢，决定要派小篷船 Demon 号明仔载航往偏湖去看迄边的情形。此外，别无要事，也无船只出入。11月初7，咱今仔日应该有法度甲1644年牵照起来，希望哇，结果才讲尔11月初7就落长了，哇，毋是讲介长啦，普通长啦，一点仔长尔吼。11月初7，风甲天气像昨昏，迄只热号的船队由即个木枪来修补，木枪的木匠吼，真可能甲即个破空甲补密起来。已经开始咧装灰啊，咱讲伊要载灰啊去别搭位啊。中昼迄只快河船，就是叫做 Haswind 号，对偏湖来到此地入港停泊，并且对 Brady 号、哈林号甲迄只毁坏去的大船 Swan 号炸来3张批。对即寡批，阮真艰苦来知影讲，上述迄只大船 Swan 号甲比对船 Swattenbill 号，含即个 Castricum 号结伴吼，伫咧顶个月10月16号对Nagasaki出航，10月22号伫咧好天的情况之下来到 Formosa 海岸，伫遐用小篷船沿岸来航行，因为风开始强烈咧吹来吼，
一直到上半暝吼，迄时风强烈到因必须要无帆来漂流吼，袂使毋敢帆毋甲惊起来吼，风伤透。就安尼，伫咧天光诶时阵，迄支大桅杆煞转去落伫咧船外，因为认为讲来到偏湖头前，所以就因想讲已经来到偏湖头前啊嘛，吼，所以就拍定停泊要当为着要修理桅杆，以便来挂即个小帆来航行。但无偌久了后，吼，若前桅杆因转去吼，连即个手车桅吼，即个专有名词啦，我嘛毋知是啥物件。手斜桅吼，就是可能是船头诶即个斜吼，粗诶即个桅杆吼，含顶桅吼，嘛拢转去吼，或者就是一寡桅杆拢转去吼，因此呢拍定停泊。即只船是倒一只船？即只船是啥物船呢？Swan 号、Swarton 号、比尔号甲 Katrin 号结伴啊，但是毋知讲是倒一只吼。好，因此呢，伫遮拍定停泊，一直到共个月诶27号，迄天天光诶时阵，风搁较强烈来吹来，所以被吹到近外2粒小岛是迄个岩礁诶即个岛屿吼，伫遐大影雄影吼，就是大浪风影吼，即影真大吼，因努力航往迄寡岛屿诶即个顶面吼。迄时头前诶第2站帆吼，第2站帆叫做4角帆吼，破入去，用3角帆游袂起哩。随后搁袂赴拍定吼，定还袂拍咧，就去弄着迄个岩礁岛啊吼，迄个弄着台呢已经有一条离婚吼，即嘛本来就已经有一条离婚啊，即嘛煞弄者煞转去吼。因逐个拢看着讲，拢无法度通脱身啊吼，但是又搁意外来望上帝保庇吼，冲上了该岩礁岛吼，就是叫硬冲入迄个岛上吼，因此呢，要互空白吼，毋知啥物件，要互诶即寡装伫咧144箱诶钱，以及大部分诶漆器吼，含其他货物，拢已经抢救到陆上。每一工又搁继续咧抢救吼，无可怀疑吼，迄阵大炮也将会当抢救出来。只敢若有一个人淹死，少数几个人受着伤吼。但是看规部这到底是对只船哦，毋知吼，我伫倒一只船因为安尼出代志吼，也对船长倒位 Ox 诶内批得瑟，迄只岛粉号到今也未到偏湖，所以毋是岛粉号嘛吼。毋知是 Brady 呢，还是 Swan， 还是 Harlan 吼。讲迄只岛粉号到今也未到偏湖，并且得瑟，并且知影讲因所在即个Swan号若不幸失事了后，所以失事诶是Swan号啦吼，天狗号吼，即只天狗号不幸失事了后，就含迄边诶议会决议讲要派 Haswin 号去Swan 号遐，要去抢救该船上重要诶物件，但是因为正风正流吼，正风搁正流吼，以及该 Haswin 号诶无够尽责吼，无够负责任吼，地厚袂当去抢救吼，共款嘛用尽办法要甲 Brady 号派去北边诶礁石区遐，但是也是因为直上诶强风无法度去遐。不过一旦若有好天，就爱随派去遐。迄只哈林号还阁停泊伫遐咧听候命令要出航，因接到报告讲，迄只哈林号呢
哈林号停泊伫港口外面，无法度驶起来啊。当时经过遐迄只公司的旁船 Utrecht 号就被派代替迄只无适合去抢救的快河船，载着船长 Ship 前往迄只失事的船遐去协助抢救工作。此外，阮又搁知影讲，快艇哈林号伫偏湖附近漂流的时阵，失去了伊的定位，因此显然该快艇对斯万号的帮助无大，就是即个哈林号啦，帮助无大，所以就决定要派去偏湖，查看迄边的情形。并且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的迄只小胖船低门号，要游玩爱出航到偏湖了后，爱去帮忙抢救迄寡公司的货物。为着即个目的，也爱写一邮批寄去互上述的斯万号的一个上级商务员甲船长，来甲因讲要互因协助抢救货物，因为所有的船拢犹阁满载着要转装去 Brady 号的糖。停泊伫咧遮咧停候 ，Brady 号无法度派去协助抢救，所以也是爱小忍耐一段时间，爱先用即个旁船叫做低门号尽量去抢救，尽力甲村内公司的物件，比如盐木、鼎、扫啊、大炮以及诸如此类的物件，拢甲抢救起来，并且爱真细心要安怎讲，并且爱真注意看守迄寡已经抢救起来的船甲其他货物，毋通互其他人用武力或者是其他方法来抢走。阮游员的计划，一旦 Brady 号来到遮，这两只船要甲糖转装去互该船了后，就会空船航往偏湖。同款，迄只随时会对日本来到遮的快艇李罗号，一旦抵达，也会派去遐派去遐是派去倒位啊？偏湖吗？并且写讲，即只小胖船低门号的大工方面，迄只快艇哈林号一旦落河了，也爱同齐早带去偏湖，目的是若是无法度补救，就爱伫咧该船里装25箱的钱上落，破病的人和其他会当装起去的所有的物件，拢爱尽量较紧来尾甲阮讲迄边各只船只的情形，以及因迄只船的状况，并且甲阮讲啥物避雷船因可能有需要派去遐去协助抢救。详情记载伫阮的草本年的上述的收发批信内底。今仔日避雷船 Capricorn 号载满了糖，离开站桥去停泊伫咧水流顶面。好，以上11个吹气11个吹背有强风对东北方吹来，因此迄只带着阮的批信要去航往偏湖的小胖船低门号无法度出航。今仔日除了要甲运转来互咱的飞仔装上即个热液号以外，无啥物其他的代志。11个9号好天透北风，游员你为即个热液号来装飞仔。还未看见李罗号对日本来，也无看见即个 Brady 号对偏湖来，互阮深感奇怪。胖船低门号带着阮的批信出航前往偏湖，因为本国搁吹起接到大船斯万号烧歹去不幸的消息毋是烧歹啊，毁坏去不幸的消息而且大船哈林号也搁未出航前往巴达维亚，因此也搁会赴互总督阁下伫咧哈林号到巴达维亚的时阵，会当知影迄个不幸的船难，是迄只天鹅号啦抑搁有一个议长 John Van Elsrock
将会伫个7、8天内对日本来到遮。因此，决议讲，迄只本来预定本个月10号要出航的避雷船，这夜号爱留落来听候议长John Van Esrock 的抵达，以便将日本送来本柜上最后的批信，甲一个少仆同齐早去交总督阁下，也会赴来送回祖国，并且决议因为北区村车长老拍拉有真大困难，甚至伫因家己的腊肠也被赶走，因此呢，决定要每一年发互因约25到30张免费的拍拉许可证。11月10号，晴朗的好天，有微风对山风吹来，因此呢，相信讲迄只大船 Ready 号真紧就会来。游园日庄要运往荷兰的飞仔到Ready 号顶头。今仔日有下列的船只对此地航往几啊所在，或者是对几啊地区来到遮。所在号码甲人数如下，就是有一只篷船航往澎湖，要去载牛，载牛吼。一只篷船航往烈士吼，食伤饱，航往烈士吼，载有咸鱼，合计坐30个人。有一只篷船对打到载茶来此地坐5个人，一只对金，这特别对打到载茶人拢坐5个人。毋是大船吼，一只对金门来，搁一只对安海来到遮，合计总坐80个人，并且载有下列即款物件吼：1500捆的粗肥仔，8担的红糖，30担的面粉，5担的油脂，10担的糖，50袋米，1200罐鲜仔麦仔酒，10包西宁6小箱的杏仁，6小箱的天鹅绒，1小箱的椴吼，椴就是一种纺织品吼，420粒冰糖甲1粒丝帽仔。今仔日决议，因为 Ready 号随时可能会对澎湖来到遮，所以阮爱命令迄只已经满装着糖停泊伫个水楼上，准备好会当出航的避雷船 Nooster 号，伫个明仔载爱透早爱驶出港外，航往北边的礁石区，以便上述的 Ready 号一来就会当去划船吼，甲糖转装到即个 Ready 号顶头，并且决议要派政务员 Cornelis Caesar 由一个下士甲12个士兵随行吼，去改进北区拍拉监督的情形。现在拍拉就是部落仔的季节吼，要开始咯吼。又鉴于即个鉴啦吼，又搁鉴于即个以前被选做荷兰教会长老的商务员 Edward Ox Brevis 坐避雷船Dolphin 号漂流咯吼，因此提名2个人，选出现任的长老上席商务员 Nicosius de Fuge 担任长老，详情记载伫个决议录面。11月11，好天透北风，避雷船 Nooster 号遵照昨昏决议出港外，要去甲所在糖转互 Ready 号。途中拄着 Ready 号甲来自日本的利罗号，这两只船吼，就是 Nooster 号甲 Ready 号，拢要伫今仔日下晡到北边的礁石区遐停泊。整个上午拢无用伫处理几件犯罪案件。有一只小篷船对澎湖载20担盐来到此地，坐16个人。11月12号，
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中昼甲上午触觉昨昏宣判诶船顶甲陆上诶罪犯吼。是若生理人三峡属下诶一只胖船对敌惨抵达此地，坐有18个人，载有150篮诶鹿仔肉甲400担诶鹿皮。下晡，迄只昨昏对日本来到港外快艇李罗号，入港来停泊伫即个城堡诶头前。该船带来日本商馆诶议长 John Van Elsrock 所写予阮诶内批，写讲所有载去日本诶公司诶货物，拢伫咧顶个月10月24号以合理诶价数来出卖。只敢有一小批诶即个货物还未卖出去，即寡货物拍算令你要脱手来出卖，以便要来结销。预定本个月8号到10号中间要坐卡贝野号前来此地，并且写讲长官温存阮，若是有拄着暴风甲或者是欠水，或者是其他诶需要，阮诶船会当自由进入日本诶港口去停泊，袂遭受指责等等。详情记载伫咧上述即个内批。要暗嘛新港社、小人社、目加入湾社、毛豆社甲大目港社对即马开始到明年诶4月30号诶交易专利权，以650里尔拨予出价上悬诶人。条件是甲别即个好无人社顶写条件是相像，并且规定居住就是住伫咧上述各村社呢诶即个新仔人，除了因生活必需品以外，完全不得含原住民物物交换或者是买任何物件。违反者货物没收除外，并且要罚款10里尔。为着要互迄寡船只转装互 Ready 号诶代志当进行搁较紧诶，决定讲迄寡船只拢爱航往北平交石区，以便有船一到了，另外一只就会当随划过去转装吼。剩2分钟尔啦吼，咱后手搁3工，我看觅啊，11月13，一两纸咱甲它读过。有一粒做吼，11月13透北风号天是礼拜日，早起迄只避雷船热号已经装满货物，所以去停泊伫咧水流之上，离快艇 Kiewit 号就是驶出港外要去 Ready 号边仔停泊。中昼有一只小胖船对偏雨载着迄只失事诶暹罗胖船顶诶即个数目来到遮，也有3只胖船对下门来到遮，总共载有153个人，所载货物如下：1700多米、20担茶、100担面饭、10担油脂、20担米粉、80担盐甲50个铁鞋仔。今仔日我疑阮要公告铁鞋仔是铁锅啦吼，铁钉啊吼。今仔日我疑阮要公告一道命令，用来禁止北上以外任何人伫咧村社里来交易买卖，并且规定将来伫咧北区拍拉诶拉人爱缴纳1里尔，又1/4里尔。伫咧南区拍拉会爱缴纳1里尔，因为伫咧南区掠到诶即个物件无介多吼。详情记载伫咧国记录内底。11月14，袂少啦吼，11月14明仔载再来读啊，毋是明仔载要困吼，后礼拜再过来读吼。1644年搁留2工伫遮吼，过来就是1645年啊吼。
搁要读一年吼。即咱即马读的进度较慢吼，内底拢定来搁夹一本历史搞一本吼。我看一个啊，3年的笔记吼，感谢3年吼。李林是被捕作巴布萨吼，巴布萨自李林社故乡，后来是甲称作伊林。荷兰人战争是台湾荷兰统治时期荷兰人甲荷兰人社中间的3处的战役吼，战过3遍吼，咱捌读过啦吼，发生伫1637、1638、1641年吼，拍过3遍。荷兰人社含即个荷兰人因为立场的即个争议吼，所以来对敌吼，荷兰人总是战败归顺吼。三班啊吼，我拄则咧查即个三班啊，3年有查着吼，三班啊，就是一种坚固的扁底小船吼，利用拖船来扭，或者是装即个发动机来航行。发动机当然即嘛才有啦吼，用来装货、掠鱼吼，是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一个简便的水上交通工具。即个田永兄咱进前都甲咱分享叫做元奖吼，元奖，这是一只地名在地人的称呼吼。你若无带车，你实在是袂晓安尼念吼。即个汉字嘛，一般少汉人安尼念吼。清国乾隆年间，泉州人叫做报元奖吼，即个奖是一个抽奖迄个奖，抽奖吼，所以叫做报元奖。伊是伫咧元江乡来开垦后人纪念伊的号名，叫做元江镇，是因伊的名吼。即个所长迄个长。嘉庆年间，当地居民评定土匪有功，皇帝赐名元奖，就是用即个长岛即个长吼。此其天长地久之意，但是奖的由来发音是奖，就是发即个原本迄个报元奖即个人的奖吼。所以毋是读做成长，是读做长度吼，拢毋是吼，嘛毋是长吼，是读做奖。所以这外地人无可能读会着的吼。啊，今仔日学起来你到遐你讲元奖吼，讲哇，你这外地人阁知影吼。好，学起来哈，元奖吼。其实我较早伫做兵离遐袂介远，我都毋知影叫做元奖。我迄当阵算咧我小兵啦吼，我服侍一个中校啊，上校啊，伊就是元江乡的人，伊住伫伊是元江乡在地的人吼。我都毋知影因即个也叫做元奖，我毋捌听伊讲吼。好，德川家康吼，托古卡瓦，托古卡瓦爷爷吼。德川家康是1543年到1616年吼，是日本伫战国时代武将，也是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安达吼，安顿吼，药港内海，药港吼，咱之前拢有讲药港是倒位吼，新达港，然后你若对高雄遐小可有概念的吼。药港呢，药港内海一带多数土地由原是即嘛是拢做渔运咧使用，你若对遐驶车过，你就知影吼，渔运啊吼。药港内海过去是以北算到二林溪，以南到立地山吼。即个立是咱进前伫咧桃园遐读叫做草塔迄个塔吼。立地山吼，范围大概是即嘛高雄市、嘉定、全景、乌来区、罗德区、永安区，所以即个比兴达港的即个范围较大吼，金美道区吼，就是到位啊吼。宽永1624年到1644年吼，这是宽永，是明正天皇，叫做宽永年号，叫做宽永。即当阵已经是讲德川家康伊的孙仔咧将军会做即个将军啊吼。1644年幕府将军啦吼，1644年明崇祯17年清顺治元年吼，所以咱即个1644年其实是清朝大清国甲即个大明即个交接的即当阵即年啊吼，过来就拢大清啊吼，明朝已经结束了吼，大明已经结束了吼。
荷兰人伫圣多明哥城诶原本诶地质者附近开始用砖仔石开始重新来建造安东尼奥城吼。1644年5月7号动工，一直到1646年完工，就是即马即个暗门城，即个淡水遐暗门城吼。大清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原本伫诶即个关外吼，关外即个叫啥？叫做沈阳吼，还是叫啥？满洲国啦吼，满洲遐沈阳吼，成做陪都。明清交替有大小诶即个篷船，甲淡水车来载流鱼，船桅杆吼。1661年，郑成功甲即个荷属东印度公司战争中悲剧性诶一幕，就是即个 Van Hamburg 吼。即咱以后读着啦，我毋知为虾米伊会3年去忽然间写起即个代志吼。讲1661年，郑成功攻打荷兰热兰遮城时，伊无伫咧台湾，讲即个无伫台湾，而是转去即个巴达维亚去述职吼，转去报告吼。结果伊知影讲台湾去互包围嘛吼，所以伊诶家眷已经有几人为诚做敌军诶即个活掠去互敌军去活掠去。郑成功呢，就将即寡女眷带到即个热兰遮城头前来招降吼。如果以主女为人质吼，胁迫即个 Van Broek 来入城来招降，但是 Van Broek 毋愿肯落来，就是讲派即个牧师讲，你入去城里，去热兰遮城内底去甲因讲，叫因投降吼。结果呢，即个牧师呢，入去呢，毋劝迄个荷兰人投降，颠倒甲荷兰人鼓励讲，恁爱继续吼，继续支持落吼，等待迄个援军。啊，伊一个城，伊一寡查某囝伫城内吼，拜托伊留落来，结果伊毋肯，伊嘛是搁出去。因查某囝知影嘛，你若转去，就绝对叫迄个郑成功杀嘛吼。好啦，即个故事咱以后讲着吼，毋知为啥3年忽然间甲即个故事写吼。好，读到遮吼，咱后礼拜再过来继续。礼拜时啊，暗时啊几点？8点半，我袂记。来读即个出死线，小说出死线吼，有兴趣再同齐斗阵来读。好，11月读到13了吼，咱来规房哦，感谢各位。